今仔日早起，伫咧高雄的小港机场，有一只要飞去越南胡志明市的飞行机，伫咧透早7点半起飞了后，无偌久就搁随飞倒转来，是伫咧8点45分又搁再降落一摆。航空暂时表示讲，这只飞行机呢，伫咧加油加刷了后，搁再起飞，机顶旅客163人是全部拢有载走。越南航空是表示讲，这飞行机飞倒转来，毋是飞安的问题，是有文件出状况，所以详细的原因就等机长来解说。 航空轨迹显示，这只班机9点半为高雄小港机场起飞，准备前往越南胡志明市。但是，这只越南航空 VN581班次已经是第2届起飞。班机早伫透早7点半已经出发，煞伫咧飞行半点钟了后，要求转来。伫8点45，搁再一届降落伫咧高雄小港机场。哇，这样，那是太恐怖了吧？有没有觉得这个错误蛮离谱的？对，蛮离谱的，对啊。怎么说？ 哎，还是我们先回去吧。那就只能在这里吹冷气休息，不然没办法。高雄小港机场表示，当时飞机顶163个人平安落地，航机加油了后9点29分原机离场。根据了解，这只班机转来的原因有可能是人员未记摕飞行记录簿。我相信不用折返。 降落之后大费周章，取得这样的请给好，相关的这种纸本资料，我觉得传真啊、后送啊，或者是发的电邮都可以好。 越南航空表示，飞行机转来原因毋是飞安，嘛毋是袂记加油。初步掌握是甲文件有关的状况，毋过确定原因，等飞行机落地了后，才会当甲机长来了解。嘛有前机师来表示，就算飞行机起飞，有一寡文件也是会当后补，似乎无听过因为文件的关系造成飞行机转来。公司新闻王刘婷、陈hen坤强报道。